白切豬手呢味嘢，後次就是後次，就是有點嘥時間。如果你趕時間結婚嘅話，我建議你都係3朝之後再返嚟整啦。一隻識寫毛筆字嘅豬手，豬肉榮已經幫手起咗骨啦。有好多人會用火嚟燒啲豬毛，其實我係唔建議用火燒嘅，唔係驚你燒到自己啲毛，係驚你燒到啲豬皮縮晒，口感冇咁 Q 彈啫。用刀刮多幾次就乾淨噶啦。跟住落嚟幫佢做個修補術，因為隻豬手起咗骨，中間係冇肉嘅，要將多肉嘅地方切落嚟，補去啲冇肉嘅地方，咁樣每一嚿都會均勻有肉，食嘅時候呢，兩公婆就唔會因為一嚿肉打交啦。跟住揼啲鹽落去做個底味，再揼啲胡椒粉增香去腥。跟住落嚟呢一步好重要，先將豬手慢慢捲起身，然後用2隻筷子固定，好似包粽咁包實佢。咁樣做個目的係將佢定型，防止煮嘅時候散開。下一步，冷水落蔥、薑、料酒，白醋要落半支，作用係令啲豬手鬆筋化皮變白。再落啲鹽作底味，跟住將豬手放入去，中細火煮40分鐘。呢個時間我哋嚟製作靈魂醬汁。沙薑4粒，蒜頭2粒，乾葱頭2粒，葱白2條，再加熱戀中嘅紅米椒1對。先用你出神入化嘅刀工將薑葱蒜拍爛剁碎，盡量剁碎少少，口感會好好多。剁成咁樣就得啦。然後再將紅米椒切成圈，葱白切粒，跟住用滾油爆佢菊花，然後落味極鮮。唔好問點解唔用生抽，我係唔會話俾你聽味極鮮比生抽甜口好多嘅。跟住用盡你食奶嘅力，擠啲檸檬汁落去，有咗檸檬香味嘅加持，呢一碗嘢先叫做真正嘅有靈魂啊！哇，正啊！下一步，將喺滾水入邊撈上嚟嘅冰粒倒入盤入邊，然後倒入大半盤未過期嘅清水備用。好啦，豬手煮咗40分鐘啦，用筷子試下，可以輕輕刷得入，而且冇血水滲出嚟嘅話，就證明熟啦。跟住將佢放入冰水入邊浸1個鐘頭。如果有足夠嘅時間，浸完冰水之後再放入冰箱急凍3個鐘頭，口感更佳。你睇浸完冰水之後，啲皮幾咁 Q 彈，哇，仲彈過隔離屋阿嬌個肚腩啊！最後將佢切成2毫米嘅薄片，睇下入邊皮肉清晰、晶瑩剔透，幾咁靚。擺完盤之後，淋上靈魂醬汁，呢一味馳名中外嘅廣東名菜白切豬手就製作完成啦。各位，講到毛都甩晒啦，唔該點個讚咧！